好，各位好朋友啊，今日吼准备一套料理，按照酸甜哦菜脯面。今日吼用鱼的吼来做了一料理。哦，主要材料吼罗皮的，哦，自家做的，哦泡菜，还有啲米豆浆、辣椒酱，然后蒜头，也香菇吼，新鲜的香菇，然后啲豆腐干，葱的吼，也开始来切啦吼，现在葱花来切它味。你咧迄杯吼强的吼，做迄杯做法吼，整好的时间个寿司做好，将做好的时间炸淡薄吼，也强的就我们打上去。炒的吼用拍的，用拍的去炒。好，葱花。准备这个哈，洗豆腐干，这细角的就做的。哦，现在切片泡泡的哈，细角的。好，你多转了2遍。好，豆腐干，大家就不要炒啊哈。好，豆腐干。好，蒜头米用烤啊夹吼。你做了出吼，有这蒜头米吼，做了来多的吼，太多嘛没做的哦，你要烤啊。好，大杯，剁啊！好，你看蒜头米就好了哈。来，撒下来。好，自家做的，然后泡菜，切啲咧吼，切皮肉的。那蒜梅吼，撒起来，哦，冇撒上去，等做到最尾时，蒜梅就烤了吼，自家发酵的。泡菜吼，加蒜梅来者，然后你不用啊，拍蒜丝煮出来梅丝哦，无空咯。我要切片面，好，底下我准备的盘的吼，来整鱼的，整鱼的啊，东方人都夹到的吼，夹到一个新鲜的吼，香菇，哦，一片的。好，这里2角的，好，你看香菇片切好了哈，放在旁边。来点鱼片哦，鱼片。这呢，基本上用掉啊，鲷鱼片哦，鲷鱼片。你这切的恰多哈，太低。好，切好的哈，放油脂了。加点了嘛东西呢？海八粉，好，海八粉加点落去。哎，这边哦，来切这边的东西，来放点香油，来放点胡椒粉，放点水，年糕吼很嫩啊，唔按湿吼。这鲷鱼片哦本身哦，早神我麻油。所以呢，你做一种呢油脂落嘅方式，混啲空气落去哈，促啊，哦促啊，黏的哈，按样方式哈，唔好老年盘的，咪都係慢慢都黑，按东西做法吼就真夾，做嘅時啊排落去哈，來一片5片，或者片
香菇片哈，再来排啊，拿一整哦，剥嘅準備剝嘅小水哈，排好之後都落鑊嚟整。你不加上冇食魚嘅，是了了其他肉器，咩做啲種咁樣，雞肉咩做啲雞胸肉，啊食嘅時間咩做啲胸肉咁樣先嘅嗬，熱熱啦，雞胸肉做埋濕濕硬硬，又炒肉咩做啲，排好嚟就做落鑊嚟整咯。好，一鑊嗬小水嗬，小火滾，變落去整嗬，10多分鐘，10分鐘就做得，哦水火滾。我見到鑊蓋嚟夾明佢，我在整的時間吼，人家片出做炒料吼，來放啲油落去，我哋菜脯乾要吃油吼，所以放啲油咧，我辣吼，菜脯乾係咪濕濕？好，煸嘅嘛，來蒜頭米，哦，先來煸。蒜頭米煸香嘅吼，菜脯乾哦，菜脯乾落去，菜脯乾先煸哦，因為掠出菜吼，菜脯乾你煮這個哦原料，菜脯乾先去煸，菜脯乾煸香嘅，來加到了就豆腐乾哦，豆腐乾咧透香吼，咩叫啦？煸起來吼，煸，加啲米豆漿。哦，你客家嘅人哦，就我切開做吼米豆漿，你客家嘅種頭嘅人哦，當然就會切開做了啊米豆漿，放啲落鹹鹹嘅吼，鹹，哦，俾炒下吼，米豆漿嘅個頭嘅味道俾炒出來，好，米豆漿味道出來，點樣我哋酸甜碟吼，酸甜鹹啊又辣，所以佢放啲辣醬落去，哦，俾炒啊。好，放啲水落去吼，後邊煮啊，變熱梅，好，你一煮嘅差唔多熱梅嘅時間吼，泡菜，哦，泡菜落去，加蒜，哦，酸嘅泡菜汁灑落去。哦，這是它哦，梅絲，可唔可以調鹹啊？差唔多。哦，俾啲糖落去哦，係咪試鹹哦？呢啲糖落去。好嘞。俾啲太白粉哦，見醬一下。啲咧哦，先撒啲咧，看下，準備煮米滾。摸一下倒湯倒哦，湯涼哦，你冇辦法叫啊。哦，再扭哦，不要好嘅時間，哦，蔥花撒落去，哦，拍細蔥花再撒落去，差唔多嗬，扭過，好，做得嘞。看魚好嘛？哦，時間嘟好多，好嘅時夾起來嗬，夾起來。喂，好，加煮好嘅吼配料撒落去，好，切好蔥花，切落去，哦，夾出菜，好，做得，做酸甜蘿蔔魚，按住煮好咯，當夾嗬，10分鐘就好。酸甜菜脯魚。魚片加片栗粉、香油、胡椒粉、水調味，用一片魚、一片香菇的方式擺盤以後，落鑊準備熟。填蒜頭、蘿蔔乾、豆腐乾爆香，再加米豆漿，辣椒醬填水炒到黏味，再加啲泡菜、一啲啲糖調味。之後乾豆粉呢，加啲蔥花，醬汁就做好咧。魚整熟起鍋以後，填醬汁裡面蛋糕就做得咧。